2022年的第一周，中国西安封城防疫已超过半个月。在严格的封锁措施之下，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受隔离民众粮食供应不足、检疫人员与民众冲突等事件，引起民众不满。伊林这个总人口近1300万的城市的防疫状况持续成为关注焦点。另一方面，天津出现中国大陆首批奥密克戎本土病例。天津目前发现的20例感染者中含多名学生以及学生家长，轨迹涉及托管班和多所学校。当局启动1400万人的全员核酸检测。据报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托卡耶夫解雇了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2名副主席。在过去的1个星期，扼守战略要冲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骚乱。截止1月9日，超过5000人被捕，164人在冲突中死亡。哈萨克斯坦内政部表示，5135人被捕，包括外国人。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1月9日援引该国卫生部的数据称，共有164人在这场骚乱中丧生。欧盟和英国之间存在北爱尔兰议定书危机，英国外交大臣就议定书威胁欧盟。他说，如果没有做出必要的安排，他们可以单方面退出议定书。作为英国脱欧协议的一部分，北爱尔兰议定书规范了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北爱尔兰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贸易。斯里兰卡总统1月9日对来访的中国外长表示，希望中国允许债务重组，提供优惠贷款，以缓解这个南亚岛国的严重经济危机。斯里兰卡在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中印两国地缘战略的争夺焦点。斯里兰卡央行的数据显示，该国从中国的贷款总额约为33.8亿美元，而且这尚不包括中方向该国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据报道，埃及和美国在红海进行了联合海军演习。据埃及军方发表的声明，埃及海军的亚历山大号护卫舰以及美国海军的2艘军舰参加了此次演习。中国外长王毅非洲访问引起国际关注之际，中摩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摩洛哥成为北非地区首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国家。摩洛哥在上个月迎合北京，做出了将一位被中方称为是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的决定。不过，该决定因为遭到来自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而尚未实施。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因为盲从导航指路，结果把卡车开上了西安一条挂壁公路，还冲出挂栏，整辆卡车在峭壁上吊了3天。最终获救的司机坦言，事发时以为自己已完蛋，甚至吓得差点尿裤子。